做后的我第一摆做的唔系后的，我做的是狒。差别是什么？因为我做唔好啊，观众啊，还有老师啊，就说你蛮该好啊，狒嘛，很笨啊，所以我第一次做完猴子以后，我就是发愤图强，我就会去动物园看猴子，去动物园看猴子，然后又跑去大陆跟拜师学猴子。然后学了2年以后，来这样重新做黑尾，然后重新做了以后，哇不得了了，就开始红了22年。哇，古总你2年呢苦工是很苦的工。懂苦哎。你想看看呢？然后去动物园看黑尾，喺啲圆山动物园那边，然后买一瓶水。然后看黑尾，看一整天，看佢太黑尾用班惯例小猴子，还有猴群10几年，这个各中的奥妙，就会来做按多年的黑尾所体会出来。你刚刚你马克时间体会到，我觉得这个超级精髓哎，就会可能演了100场以后。做100场以后，我去甲啲推档，根本干吃到根本唔係人咧，根本係好嘅。你的检视方法就會，根本係咪好嘅？对，超。